7月1日，沙田黃昏馬獨角獸香港賽馬貼士，大家馬迷好，大家可以重溫返上次獨角獸所提供貼士嘅賽果。第一場16米5班首選11號勁爽118磅一檔，楊明倫配呢個丁冠豪。次選12號極速之子115磅9檔，田泰安配呢個姚本輝。三選9號16歡騰121磅4檔，鍾易禮配呢個告東尼。最後6號巴閉魯127磅7檔，奧爾文配呢個呂健威。第二場14米5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，首選14號東方福寶117磅一檔，潘明輝配呢個姚本輝。次選4號劍無情131磅3檔，艾少禮配呢個告東尼。三選2號天比高133磅5檔，布浩榮配呢個葉楚航。最後7號肥仔精神127磅10檔，周俊樂配呢個毛偉傑。第三場14米4班，首選14號信善寶117磅5檔，黃志宏配呢個方家鵬。次選2號佛亮老窩133磅8檔，田泰安配呢個貴福特。三選13號勤德佳備121磅10檔，潘頓配呢個何言。最後11號潮流勇區122磅6檔，艾杜拿配呢個黎超星。第四場1000米4班，首選4號惺惺相惜126磅12檔，潘明輝配呢個沈集成。次選2號拉合爾128磅2檔，潘頓配呢個黎超星。三選13號天天更好123磅11檔，巴道配呢個羅富全。最後1號起舞飛飛133磅4檔，布文配呢個文家良。第五場1004米2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，首選10號威利金戰115磅5檔，田泰安配呢個貴福特。次選2號笑傲江湖133磅一檔，何澤堯配呢個呂健威。三選9號嘉應奇兵117磅10檔，潘明輝配呢個何言。最後6號喜尊龍119磅2檔，艾少禮配呢個蘇偉賢。第六場1002米4班，首選4號牛精新星126磅
11檔，中翼禮配呢個告東尼。次選11號猛將興117磅7檔，巴道配呢個黎超星。三選6號暴風影128磅8檔，潘頓配呢個伍鵬志。最後3號非凡時刻129磅2檔，金城江配呢個廖康銘。第七場1000米3班，呢一場係精選嘅心水選擇。首選12號幸運堂118磅7檔，巴道配呢個無偉傑。次選6號團結勇士125磅11檔，梁家俊配呢個鄭俊偉。三選5號精彩福星125磅12檔，田泰安配呢個大衛希斯。最後2號會長之寶122磅5檔，袁幸堯配呢個偉達。第八場1004米4班，首選3號男神134磅12檔，潘頓配呢個沈集成。次選10號挺秀宏利124磅2檔，巴道配呢個無偉傑。三選1號線路萬里135磅13檔，布文配呢個蘇偉賢。最後8號馬上營126磅1檔，周俊樂配呢個尤達榮。第九場1006米4班，首選5號賢者威風132磅8檔，布浩榮配呢個賀賢。次選13號富裕君子116磅3檔，黃志宏配呢個方家柏。三選8號精彩129磅7檔，布文配呢個姚本輝。最後12號君達德120磅1檔，潘頓配呢個丁冠豪。第10場1006米3班，首選6號細水長流125磅6檔，艾少禮配呢個蔡若翰。次選4號泰力128磅12檔，潘頓配呢個賀賢。三選7號臘八村122磅11檔，周俊樂配呢個無偉傑。最後2號活力拍檔129磅3檔，何澤堯配呢個呂健威。第11場1002米3班，首選2號財將127磅3檔，中翼禮配呢個告東尼。次選3號撳住贏125磅1檔，周俊樂配呢個羅富全。三選7號馬達122磅5檔，田泰安配呢個無偉傑。最後8號無敵好馬121磅10檔，何澤堯配呢個徐宇石。提醒翻各位馬迷，今日嘅3場精選心水選擇分別係第2、第5同第7場。然後麻煩大家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。
撳埋隔籬個鐘仔，咁有新片就可以馬上通知大家。點讚我哋嘅影片，多謝晒大家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